你的而且確需要堅船利炮，你先至係可以喺個太平洋中國去即係所謂爭一日之長短。美國如果你要同中國搞軍備競賽咧，死嗰個一定係美國，就唔係我哋中國。財務上如果係咁樣做嘅話，堅持做嘅話咧，美國嗰個政府嗰個即係狀況咧，即係只會令到更加惡化。唔係我自己完全我自己做，而係將佢哋啲馬仔，日本好、韓國一方面幫我哋做船做戰略，另一方面咧提升咗我個製造業嘅研發嘅時候嗰1000幾百億咧，俾咗我君主先，還咗呢個人情先，呢樣嘢咧對特朗普嚟講咧係最緊要。歡迎收睇時事深對論，我係郭一鳴。特朗普話美國要建立黃金艦隊，又要建造新一代嘅戰艦，仲命名為特朗普級。Kevin， 係你覺得美國咁樣做唔做得到先？嗱，我要做嘅話，呢啲即係揾錢打做嘅啫。但係講個問題就係有兩個問題嘅，一個就係即係特朗普上場嘅時候，即係佢當時揾埋馬斯克上去就諗住慳錢噶嘛，因為個美國嗰個國債真係升得幾緊要，亦都令到即係全球對美元有少少失咗信心。咁但係呢個咁嘅時候，你要另一方面又話自己出嚟維持和平喎，佢冇咁嘅需要去花咁多軍費去即係製造一個咁嘅即係咁嘅艦隊咧咁樣。呢個係即係第一個問題，就係話佢財務上國家係咪真係需要有呢個做法啦？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嘅話，你壓自己個名落去又好似唔係幾好奇怪啊！即係一方面佢就話即係要和平啊嘛，但另外一方面你擺自己名上去，即係我哋講笑咁講，有時我哋細個嘅時候就講笑嗰個就話日本遊船就遲早完啊嘛，即係你成日你將自己個名擺到落去，覺得呢個艦隊係同你有關嘅話咧，就即係麻麻地嘅。就算你唔係話呢個即係好講笑嗰個，我哋睇翻二戰嘅時候咧，個大和艦隊咧，即係大和號咧，大和號嘅時候都係好快就俾人擊沉咗嘅，即係未必係一個即係戰略上都好聰明嘅做法嚟嘅咯，我覺得係。一個命名都有問題嘅，你點睇啊 ？Kevin， 海正。第一咧就係我覺得。特朗普明知美國冇個能力咁做嘅，第一個喺錢上面啦嚇，即係先唔講佢超支嚇，佢依家講每一手嘅嗰個成本咧，其實好似係徐教授咁講啦，美國係唔可能負擔得到嘅嚇。第二咧就喺技術上其實都係做唔到嚇，因為現時為止如果話同一類啦嚇，咁戰艦分好多類嘅，同一類嘅你話佢係驅逐艦、巡洋艦定係戰列艦定點樣都好咧，其實最大就已經係即係中國同美國噶啦，美國就有個叫DDG 1000啦嚇，中國嘅咧咁你有所謂055級啦，就都只不過係15000噸嘅啫嚇。咁而美國其他盟友，譬如講緊係日本或者係韓國嚇，咁佢哋都係海洋嘅大國，咁講緊都係1萬噸上下。咁特朗普佢話依家要做嘅呢個巨艦咧，哇講緊3-4萬噸喎，即係依家現有同類嘅戰艦，起碼等於人哋2至3艘嚇。咁但係你2至3艘嚇先等於你一艘咧，但係你嘅成本可能係人哋嘅10倍8倍，再加上就美國嚇依家雖然咧，我覺得有啲危言聳聽㗎啦嚇，國會有啲報告就佢哋造船嘅能力只係中國嘅100%嚇，咁我覺得係誇張咗。咁但係如果你要講純粹講造艦嘅能力嚇，即係坦白講，特朗普就算佢有第3任期啊，佢就算有第3任期咧，你依家開始做咧，你第一艘特朗普級咧，其實都唔會面世得到。咁所以我覺得佢呢個行動主要係啲乜咧？主要咧就係還人情嘅，因為我哋知道咧嚇共和黨特別特朗普去競選咧，最大嘅金主咧，都係呢啲船廠，都係呢啲軍火商，所以咧做唔做到我唔理。研發嘅時候嗰1000幾百億咧，俾咗我君主先，還咗呢個人情先。呢樣嘢咧對特朗普嚟講咧係最緊要。其實佢要找數，佢要找人哋數。嗱呢樣嘢咧，我今次咧好似企喺許正嘅對立面啦，即係許正不嬲都係支持特朗普啊嘛，係嘛？特朗普嘅所有嘅決策佢都好欣賞。咁但係咧，今次我覺得佢都有道理嘅。係你俾我欣賞特朗普啊！呢樣嘢你睇嗱，我睇到一個最新嘅消息咧，就話即係韓國咧有個軍火商咧，或者造船嘅造船工業嘅一個巨頭咧，就喺美國嗰度舊年已經收購咗費城一個美國最大嘅一間造船廠，做軍艦嘅，就1億美金買咗，跟住咧就投咗50億美元落去擴建。即係 upgrade 佢嗰個製造嘅能力啦，咁咧就已經接到2個單啦，一就係一個美國軍艦嘅即係戰艦啦，其中另一隻咧就係核潛艇嘅製造，咁呢2個單佢接咗噶啦。咩意思咧？即係話特朗普而家佢要呢個所謂黃金艦隊咧，佢要做25隻咁多，咁最快嗰隻咧就2008年，即係2028年，即係佢。呢一任啦，唔知有冇你話齋有冇第3任，另外一回事啦。呢一屆咧
佢任期最後1年咧，佢就要攞嘅，要攞一隻。咁如果以韓國呢個造船嘅能力咧，佢咧喺美國嗰度要大概係3年多2年幾3年度都要做一隻軍艦咧，都唔係話完全冇機會嘅。但係佢而家做隻大咁多嘅喎，唔係話即係傳統當然係啦，係即係當然佢話要大啲，但係咧即係話理論上係有呢個可能性嘅。但係最重要係咩嘢咧？佢係反映咗佢個思路啊！即係話佢而家要打造美國嘅黃金艦隊嘅目的咧，一方面就話公開講就係因為保持美國個海上嘅霸權，即係軍事霸權，所謂海權嘅霸權咧，呢個係第一個咧。更加重要啫咧，藉住呢一個咁嘅計劃咧，黃金打造呢個黃金呢個艦隊嘅呢個計劃咧，其實就係想重振美國嘅呢個造船嘅呢個行業。因為美國造船行業咧，大家知道你頭先講過200同中國比係200比1啊嘛，係咪？中國係200。咁我睇到另一個數字咧，就其實係中國係50，佢係1嘅，即係呢個數字可能更加接近。有個統計，我記得有個統計咧，就係比較國際嘅統計，就係過去10年咧，中國嘅交船製造嘅船隻嗰個數量咧係6765隻，美國係幾多？37隻。咁呢個比例咧真係好，即係個好懸殊嘅一個比例嘅。咁所以佢藉住呢一個嘅計劃咧，可能真係可以想咧就係重振，唔係佢靠佢自己，佢要逼韓國、逼日本去美國嗰度投資佢嘅造船業啊嘛。佢今次個關稅嗰度係咁樣，其中一個條件你要即係韓國要投資喺美國造船業要幾多？1500億美元係打去美國。咁呢個計劃咧，我諗係佢嘅其中嘅一個諗法，就係我要咁做，或者大家講個數係講大咗啲。你話佢即係大隻講嘅好，但係呢一個咧又都係吸引到全球嘅關注，甚至乎咧甚至會引起其他國家，喂，美國你咁樣嘅製造嘅艦隊咁犀利，海強咁，可能其他國家就要有個新嘅軍備，特別係喺海軍方面嘅一個競賽。你點睇？好奇怪呢個行法，我會覺得，因為你有幾樣嘢嘅。一個你話想振興一個工業嘅話咧，首先要問點解啦，即係成本效益啊，點解有啲嘢係即係大家即係分工合作，你叻嘅，你成本平嘅，你咪做咯。點解佢要霸翻嚟做先啦？呢一個。咁第二個，就算係振興呢一個即係造船業嘅話，你造船業都可以做好多唔同款式嘅船噶嘛。即係點解你要喺呢一刻做一個喺即係戰艦上面嘅一個軍備競賽？而呢個軍備競賽係你覺得俾人追緊你啊？你要即係贏人哋好多啊？突然間要做大咁多，點解你唔從量嗰度做發展？要喺即係大隻咁多？究竟喺個策略上，究竟真係即係我唔係軍事專家啊？咁但係軍事專家會話俾你聽，點解個發展嗰個方向呢一個係咪一個即係軍事策略上面一個係好嘅方向咯？呢個唔明顯啊嘛。即係美國其實係而家係軍事霸主㗎啦，即係軍事霸主包括係海上嘅軍事霸主，其實係即係佢而家係㗎啦。不過佢會而家話講中國可能係威脅到佢，因為中國海上嘅呢個製造嘅能力咧，特別係軍艦嘅製造嘅能力咧，近呢幾年中國嘅航空母艦都變啲萬都好多隻啦，就覺得驚。咁佢啊呢個係咪佢嘅其中一個理由咧？嗱，呢個喺統計學上其實好容易去理解。其實嗰個美國佢現有所謂嗰個霸權咧，軍事霸權咧，其實純粹係經濟學上所謂個存量優勢嘅啫嚇，即係你個 stock 好多。咁點解佢個 stock 好多？點解個存量好多咧？就喺冷戰嘅時候嚇，即係遠嘅唔講啦嚇，即係由60年代開始，60年代去到90年代嗰30年咧，佢同蘇聯競賽咧，佢不斷咁樣做嚇。咁而事實上我哋知道，由60年代去到90年代咧，唔單止係美國國力嘅頂峰，亦都係美國工業嘅頂峰嚟㗎嘛。你講佢嘅產量啊、產能同埋最重要嘅係技術。咁但係現時嚟講咧，如果我哋講話軍事嘅，唔好話霸權啦，軍事嘅實力咧，我諗我哋分3個層次啦。第一個就係你戰爭嘅潛力啦嚇，第二個咧就係話你現時軍隊嗰個規模啦，第三就係你嗰個軍隊嘅嗰個技術嘅水平。如果你講軍事嘅潛力咧，坦白講，我覺得喺過去嗰10年咧，中國大陸已經係超越咗美國噶啦。嗰樣嘢其實好簡單嘅就係，譬如你造船。
造船業點解世界上3強啦就係中國韓國同埋日本咁而且咧去到第4都數唔到美國喎，都係數歐洲啲國家德國北歐啊等等等。點解咧？就係因為造船業咧，其實佢同鋼鋁工業係好大關係噶嘛。你隻船同做就起一棟樓唔同，你冇乜其他材料可以揀嘅，基本上唔係鋼就係鋁，唔係鋁就係鋼。咁所以你諗下美國學阿 Kelvin 話齋，你造船唔係唔得，你啲鋼喺邊度嚟？你啲鋁喺邊度嚟？之前佢先至對咩咧？就係對呢個中日韓啦，對歐盟咧就徵呢個鋼鋁關稅，主要就係徵歐洲。個原因係點啊？你美國都做唔到鋼，你都做唔到鋁當然啦，佢做唔到就好似阿徐教授話齋，包括你成本效益啦包括你嗰個所謂嗰個相對優勢啦 （comparative advantages） 啦。咁呢啲你美國都唔具備啊嘛。咁所以你美國做艦咧，對於我嚟講點解我咧係天方夜譚咧？就係你嗰個基礎唔具備啊！你講緊上層個建築係咪？我哋要點樣起艦？點樣起艦係嘛？你就算有呢個研發嘅能力，你何來咧你美國譬如你要做艦你啲特種鋼、特種鋁你美國係咪生產到咁多咧？你嘅質量係唔得咧？咁所以從即係呢個角度去睇，至於你話揾韓國嘅。即係嗰啲即係比特朗普中佢深厚啦韓國依家最大嗰隻戰艦咧咁咧就叫世宗大王號係嘛？咁就大概1萬噸上下。世宗大王號其實來自於啲乜咧？就係當年咧就係日本就引進咗美國嘅勃克級驅逐艦，咁咧就由8000幾噸咧就變咗做1萬零噸。咁韓國就唔制，日本仔有我韓國都要有咁樣。韓國好興啊嘛，你日本仔有乜我有乜。咁所以你諗下韓國依家最先進嘅軍艦咧，其實係來自於日本，日本就係來自於90年代嘅美國。咁你而家美國調翻轉叫韓國去幫你喎，叫韓國去教你，韓國何有呢個能力咧？咁所以我從呢個現實嘅角度，我覺得就算你揼錢啊就算你揼錢咧，我覺得美國係冇呢個能力咁樣去做嘅。當然唔係咁簡單啦，即係韓國去教美國造船啦。而家佢接到呢個韓國呢個造船廠接到呢2個單咧，即係一隻咧就係即係戰列艦啦。一隻咧就係核潛艇嘅呢個製造啦，核潛艇老實講就韓國自己都冇嘅，咁所以咧佢係接咗單咧，佢係咗做個殼或者係做嗰啲成個製造嘅嗰部分核心嘅技術就喺美國嘅手上嘅，所以咧韓國咧而家佢嘅製造咧，而家我睇到個數字咧，韓國嘅製造造船嘅能力咧，大概係1個星期可以做一隻即係大型嘅商船，即係可以一個星期。美國係1年咧係做1.5隻嘅啫，係冇咁美國1年1.5隻，咁所以咧個距離係好遠。如果韓國呢間最大嘅廠費城啊，呢個最大美國最大，韓國而家咧投入去做咧，佢當然可以咧去急速去提升美國嗰個造船嘅嗰個能力啦。我諗係核心嘅技術或者核心特別係啲核技術咧，就喺美國人嘅手上。呢個就係一個結合，也都可能係特朗普咧佢提出呢個計劃其中一個諗法就係。我唔係我自己話完全我自己做，而係將你哋包括係佢哋啲馬仔，日本好、韓國好，而家製造能力比較強嘅，造船係比較強嘅，吸引嚟我呢個投資。一方面幫我哋造船、做戰艦，另一方面咧製造提升咗我個製造業嘅呢個就業啊、稅收啊等等等等。佢係一雞兩味嘅，即係好多即係一箭雙雕都好啊，即係佢有自己嘅打算嘅。但係究竟呢個計劃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做得到咧？就當然係另外一個問題啦。下一節我哋繼續同大家傾傾呢個問題。翻嚟時事三對論。我哋頭先講到咧，上一 part 咧就講到美國要打造呢個黃金嘅艦隊究竟係做唔做得到咧？咁啊 Kelvin， 你繼續你嘅諗法，你又覺得佢係做唔到嘅，係嘛？我覺得佢財務上如果係咁樣做嘅話，堅持做嘅話咧，即係對個美國嗰個財務即係政府嗰個即係狀況咧，即係只會令到更加惡化咯。所以我睇唔到有啲咩必要，尤其是呢個係一個唔係話幾年嘅計劃，你要即係持續做咁多手，佢而家即係拋出嚟一個方案。咁所以係唔係咁明顯會維持得到咯？佢唔係一個投資咩？你覺得係一個軍火嘅投資咩？你覺得係？你可以係投資咁，但係我哋睇翻即係以前一個參考就係話你即係冷戰時期一個最大嘅特色就係軍備競賽啊嘛。咁你要睇下個目的係乜嘢啦？即係當年嘅軍備競賽係使咗好多錢，咁但係就逼到蘇聯係即係先破產嗰個咁滯啊嘛。咁所以佢因為即係使好多錢，咁跟住你再踢一踢個油價嘅時候，咁咪冧咯。咁但係而家嘅狀況你
即係提出呢一個類似軍備競賽，而且仲係揀做呢個戰艦嚟到去做嘅話，究竟個假想敵係邊個先？係咪中國？如果係中國嘅話，係啦。如果係中國嘅話，點解要揀呢一個方向嗰個？我覺得奇怪咯。因為而家呢個年代，即係好多都講，即係科技啊、無人機唔係話個戰艦鬥大啊，即係就係一個未必一個好嘅策略嚟嘅咯，係。係啦，你頭先講到咧，而家個無人機、無人船啊，而家有無人艇啊呢啲啊。今次喺俄烏戰爭嗰度咧，我見到即係烏克蘭都出動咗好多次嘅無人機去襲擊俄羅斯嗰個太平洋艦隊啦，即係黑海艦隊啊，黑海艦隊。咁究竟呢個特朗普話做更大、更強、更快呢啲咁嘅超大嘅呢個艦隊、黃金艦隊，究竟係唔係一個即係不合時宜咧？你覺得係？唔係特朗普做嘅、講嘅、諗嘅，佢絕大多數都係不合時宜嘅嚇，即係佢唔係從即係美國嚇或者係從黑下嘅一個利益啦嚇，咁好大程度上即係學我開場白話齋就係其實佢都要找數嘅係嘛，佢主要係為咗找數嚇，主要第一就係為咗佢個人利益啦、家族利益啦嚇，即係共和黨同埋佢本人嘅啲金主嘅利益，然之後先至係美國長遠嘅利益嘅嚇，咁所以頭先阿 Kelvin 講嘅所有唔成為理由，企喺特朗普角度，我認為啊嚇都係一個理由嘅。個原因就係我就係唔係要咗績效，我就係要使錢啊嘛。個原因就係如果我唔使錢嚇，我唔做研發啊。我先講，因為你做軍艦你去分兩個階段嘅，就係研發嗰個階段。學下頭先阿郭生你話齋，研發嗰個階段主要就係集中喺美國國內噶嘛。咁嗰啲軍火商嗰啲承包商係嘛，佢哋嗰就已經撈到即係肚滿腸肥，咁咪已經找數咯。嗱，我任內找到數㗎啦，做唔做到軍艦之後先算啦。下一個總統我理得佢係邊個啫？咁呢個係此其一啦。其次咧就係，如果你嘅對手係中國嘅話咧，你的而且確需要堅船利炮係嘛，你先至係可以喺個太平洋特別係西太平洋度咧，同中國去即係所謂爭一日之長短。咁所以你從呢個角度睇，佢話佢亦回應記者嘅時候就話我唔係針對你中國，但其實坦白講，你而家做呢啲咁嘅大船，唔通你真係又要揼日本仔一餐咩？唯一可以同你有實力打嘅咪得中國。所以其實你做呢啲大船咧，如果你從呢個角度去閱讀咧，佢又其實有個明確嘅目標啊，佢就係要平衡翻你中國喺印太地區嘅嗰個海洋嘅角色啦。呢個咧就即係其實美國咧嗰個所謂海權論嘅對美國人嘅影響就好大嘅嚇。即係一路都佢覺得即係要維持佢海上嘅霸主嘅地位咧，對於美國所謂美國第一，特朗普國成日講美國第一，美國嘅霸主嘅地位咧係好緊要嘅。海上第一就可以即係有幫助美國嘅第一，即係咁樣樣。所以呢個海上嘅霸權咧，無論係過去嘅喺商業上啊、軍事上啊等等咧，美國都係即係第一嘅。但係而家咧就淪落到呢個咁嘅情況，佢覺得最大嘅威脅都係梗係嚟自中國啦，係嘛？所以而家特朗普咁即係提出嚟嘅時候咧，所有嘅美國嘅即係政客或者軍隊又好咧，佢都知道係個對象，假設嘅威脅就係中國嚟嘅。咁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亦都係即係佢長遠嚟講咧，佢要即係如果佢維持到，佢雖然係全球嘅戰略上咧係收縮嘅，但係佢維持到海上一支所謂海上霸主嘅呢個黃金艦隊呢個地位咧，因為佢而家事實上你睇起上嚟佢有11隻嘅航空母艦啦，但係有啲航空母艦就要退役㗎啦，即係有啲係舊嘅。所以佢要做一啲大型嘅新嘅更加智能化，用最新嘅科技做嘅呢個戰艦咧，其實好清楚就係維持呢一個海上霸權嘅呢個地位，係令到咧可以即係騎住中國。但係究竟你頭先講嘅就係、究竟佢做唔做得到嘅？呢、呢個係的而且確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因為有睇到個數字咧，就話一隻軍艦咧就大概要30億，30億美元。咁而家美國嘅的確係佢嘅財政嘅問題啦，而家係負債累累咁樣要做呢啲咁嘅軍艦，究竟係點咧？咁但係坦白講，如果佢呢個造船嘅投入，用借力於韓國好、日本好、其他嘅力量嚟講咧，因為也都係可以幫到美國係部分嘅，起碼部分嘅佢嘅構思係可以做得到嘅。問題就係嗰個係唔係個時間會唔會拖長？呢個係一個方面。交代俾美國嘅軍火商係一個方面啦，另一方面係振興到美國嘅呢個造船業嘅。不過美國造船業嘅一個而家的而且確有個好大嘅問題，就係佢個成本太高啊！個成本有個數字就話佢係亞洲嘅5倍到10倍
嗰個成本，即係俄羅斯，即係韓國如果喺嗰度做嘅時候咧，佢都好明顯嘅受到呢一方面嘅呢個壓力。咁呢個問題佢美國點樣解決呢個係咪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問題咧？我諗同佢即係一路以嚟嘅一啲經濟政策係都幾抵觸嘅。因為你想即係咁短時間可以即係想再振興一個已經係即係慢慢衰落緊嘅一個行業嘅時候，係唔容易嘅咯。同埋之前許楨講過話，喂，你啲鋼材啊嗰啲你又即係關稅啊又成，咁佢啲人工係貴啊，從來都係㗎啦。咁啲工會啊剩嗰啲係解決唔到嘅問題嚟嘅。咁我即係好難去令到我即係技術嗰方面你做研發啊成，咁美國係勁嘅。咁但係始終你製造嘅時候咧。嗰下如果係擺喺美國嗰度做嘅話咧，唔係一個計得掂、容易計得掂數嘅一個做法咯。咁所以你如果即係成個計劃嗰個規模係咁大嘅時候，一隻你頭先講到話要30億係咪啊？咁佢唔係做一隻喎，咁即係變咗係其實25隻喎。咁條數即係邊個埋單咧？即係而家美國個即係政府嗰個財政壓力底下，同埋呢啲最慘唔係話一啲係好容易去即係會係有行業或者係美國人會受益得到噶嘛？你起完之後就做完之後就擺喺度，即係要繼續養住佢啊！即係變咗唔係一個好容易有一個計劃係可以令到呢個計劃裏邊係點樣可以即係自負盈虧啊，又或者係可以可持續嘅咯。呢一個真係要諗下咯。咁佢而家都30億美元嘅投入，即係你攞韓國嘅錢落嚟投入啦，製造咗就業啦，製造咗稅收啦，製造咗 GDP 啦，咁肯定就對佢都係有利嘅。但係無論如何可以睇咧，你頭先講話即係特朗普係為咗還人數人情啊，為咗軍火商嗰啲人情呢個係一方面咧。但係咧，我諗佢都係其實都係有佢嘅諗法。其中一個諗法咧，我哋睇到最新嘅情況就係佢而家喺非洲都喐手啊！佢炸咗用呢個戰斧式嘅導彈去炸咗呢個尼日利亞嘅所謂呢ISIS 嘅嗰個基地。咁即係話佢都係有啲特朗普都唔係話完全係一個收縮嘅，佢有佢自己嘅戰略上嘅一啲考慮。咁啊長遠嚟睇咧，呢一個係咪美國或者係特朗普式嘅一個對美國未來全球戰略嘅一個新嘅佈局咧？嗱。如果你講佢呢個即係做軍艦嘅構想，嗱，我先唔講佢呢個特朗普級佢本身係合理唔合理啦，係嘛？如果你宏觀啲去睇咧，同佢嗰個戰略收縮有冇矛盾咧？我嘅理解就係冇矛盾嘅嚇。所以戰略收縮咧有幾個定義。第一個咧，美國佬唔可能唔打仗嘅，唔打仗佢會身痕嘅。OK， 佢要拗嘅。OK， 咁咩叫做戰略收縮咧？就民主黨咧，你話係克林頓又好，奧巴馬又好，拜登都好啦，佢哋好興一啲大型嘅戰爭嘅嚇。你話當年打南斯拉夫又好嚇，你話挑釁呢個普京嚇去即係獲取呢個烏東或者係即係克里米亞又好，又或者係呢個譬如敍利亞內戰啊、伊拉克內戰啦，呢啲大規模嘅戰爭咧，全部都係民主黨發起嘅。但特朗普唔係唔殺人嘅，係最出名嘅當然就係喺伊拉克首都嚇嗰個機場度就襲殺呢個蘇萊曼尼啦嚇，即係伊朗個革命衛隊個嚇即係少將啦嚇。咁頭先提到即係譬如尼日利亞又好，或者依家對委內瑞拉又好，呢啲小型嘅即係軍事嘅打擊咧，就係特朗普其實好典型㗎啦。共和黨唔係唔打，但我唔會千軍萬馬咁上。第二咧就另外一個戰略收縮咧，就係佢嘅軍費咧，主要就唔係用喺打仗上面嘅，佢主要係用喺軍備上面嘅。因為其實軍費就咁啊，個籃就得咁多個雞蛋。啲雞蛋究竟用嚟煲雞仔定係用嚟煎咗佢食咧？民主黨啲人就話係煎鬼咗佢嚟食啦，就攞啲軍費去打仗嘅。共和黨就唔係嘅，佢好中意研發一啲軍備。咁當然啦，個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哋啲金主就係啲軍火商嚟嘅。軍火商咧，佢好大程度上攞嚟賣啊嘛，佢攞嚟賣啊嘛，啲軍備製造咗出嚟可以攞嚟賣啊嘛。係冇錯，咁所以咧所以點解佢要研發呢個戰艦咧？就係佢本身都係一個投資項目嚟噶嘛。你賺唔賺到錢？當然啦，呢度有個即係最大嘅疑問就係個項目管理。喂，你嗰隻嘢咁鬼大隻，除咗你美國佬之外，邊個會買啲咁嘅嘢咧？嚇，咁呢度喺個項目管理上呢個問題。咁但係總之。頭先提到嘅小規模嘅出擊啦，同埋係佢將啲錢擺喺研發軍備上邊啦，呢個都係符合共和黨傳統嘅一個戰略收縮。咁但係當然調翻轉嚟講，我自己作為一個中國人，點解我成日見到特朗普拍爛手掌咧？就係因為我係一個中國人。OK， 我就好信即係川建國呢3個字嘅。其實當年美國點解可以拖冧蘇聯咧？就係美國嗰個當年60至90年代嗰個工業嘅能力咧，佢既係民用，亦都係軍用嘅。所以其實佢係用一個民用嘅工業產能咧去
支撐住佢嘅軍用。佢就唔似蘇聯啊嘛，蘇聯嘅民用嘅即係工業其實係好薄弱噶嘛。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去睇，你要同我軍備競賽，我中國咁我咪同你軍轉民咯，我咪同你民轉軍咯，睇下邊個死先。咁我計日本仔之後咧，美國如果你要同中國搞軍備競賽咧，死嗰個一定係美國，就唔係我哋中國。係咪想拖中國同佢搞呢個海上嘅軍備競賽咧？我同意呢一個方向嘅，但係即係睇下佢有幾真係去切實執行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佢真係咁樣做嘅話咧，就真係矛頭嘅針對其實係中國，就係即係睇下大家即係大家燒錢嘅時候，邊個燒死先咁樣咯。係。咁佢而家有好多錢燒咩？啱嘛？係啊，所以佢而家個狀況同佢即係80年代、70、80年代嘅時候對住蘇聯係好唔同嘅其實。我諗美國就特朗普咧就唔係話而家鬥燒錢咧，我覺得係即係，但係咧佢藉住呢一次嘅所謂黃金艦隊嘅打造咧，一方面係強化佢自己海上霸主嘅地位啦，長遠嚟睇佢想即係攞住呢一個世界第一，即係海上霸權。第二咧又都係藉住呢個機會咧，係逼佢哋嘅一啲即係盟友啦，即係去投資美國嘅船舶嘅製造業呢一方面咧。係對於佢自己嚟講，作為一個商人自覺嘅呢個理念嚟講咧，佢都係覺得呢個係對美國嘅利益係有利嘅。咁第三點咧，當然係好重要嘅，可能學你話齋，可能佢係呢個所謂軍備嘅呢個製造業入邊咧，佢就係佢自己最重要核心嘅支持嘅力量嚟噶嘛。透過呢啲咁嘅投資，可以一方面可以對呢個美國係有利。更加方面，最着數係佢嗰啲最大嘅支持者係得力嘅，所以佢係特朗普嘅諗嘢嘅時候咧，佢唔係話即係完全冇章法嘅。喺呢件事上咧，睇嚟佢係有佢對於美國嘅整體嘅利益好，長遠嘅利益好，甚至乎喺未來軍隊嘅嗰個優勢嚟講咧，佢有佢嘅諗法嘅。咁呢一個諗法咧，會唔會係引起學你話齋中國或者其他包括俄羅斯啦，包括其他國家會新一輪嘅一個軍備嘅一個競賽呢？我諗呢個就係大家所關注嘅啦。好啦，我哋睇睇特朗普要打造呢個美國嘅黃金嘅艦隊，究竟對全球嘅海上嘅局勢，對於全球嘅呢一個軍備會帶嚟咩影響呢？我哋下一次再同大家深對論。